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8章33节到37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到37节。第唯一的圣经第129页。其他的版本请看见无？彼拉多搁入公堂，招耶稣来甲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嘛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你讲这个话是对你家己，还是别人将我的话、将我的事甲你讲啊？”彼拉多应讲：“我检是犹太人嘛，你本国的人甲这个戒指头将你交予我，你个人怎样啊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我的国毋是属于这世间，我的国若属这世间，就我的使用的确精简，免得我交予犹太人。若是当我的国毋是对家属37节，彼拉多就甲伊讲：安尼你是王嘛？耶稣应讲：你讲我是王，我为着安尼出世，为着安尼临到世间。要替真理做干净。既然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，以上。这是咱要请本堂柯新凯牧师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为着安尼出世，为着安尼出世。大家平安。时间过了真紧，这个真紧呢有两种意义。昨日拜六礼拜前有一个学生话讲，时间过了真紧，因讲哪有？还佫有期中考，佫有期月考，佫足久咧。但是咱若咧做事的人，咱拢知时间真过了足紧的，一年佫要过啊。咱想想，袂记咧，咱到底时间是安怎过？咱来回想伫过去的这段时间内面，上帝有算袂了的恩典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。咱来去想想，这个恩典到底是啥物？今仔日一开始。的敬拜内面，也是书会祈祷内面，拢咧甲咱讲，今仔是感恩节。感恩节，咱可能无亲像美国共款，咱去食迄个火鸡大餐。但是有的人会讲，我嘛要来食大餐。圣诞节要到啊，咱教会嘛开始布置圣诞节的遮个装塔。可能过一2礼拜了，咱会当看见规个街仔头拢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伫个。圣诞节甲感恩节的意义，敢是安尼尔？毋是咧。感恩节的意义，我会当甲伊安尼讲，这感恩节意义是因为咱经过最艰难困苦的问题了后，咱搁较爱来到上帝面前，去好好去算看觅，上帝伫咱身躯顶到底有偌济恩典伫咧。算了后，咱献上咱满心的感谢，然后爱将咱所领受到的这恩典。甲人来分享，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甲恁的目睭闭起来，咱来开始来算下上帝恩典。来想看觅，伫过去这天内面，你领受到什么恩典？伫过去这礼拜内面，你领受到倒一项恩典？伫过去的一个月、一年，有倒一个恩典，互你的生命得到改变？若无迄个恩典，即马你无法度伫遮咧敬拜上帝，若无迄个恩典，你即马你的生活其实是完全无共款的。所以我要请各位兄弟姊妹，甲你把手揢起来，去想上帝互迄个伫过去这段日子内面上大的恩典是啥物？听堂的弟兄弟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过去的日子内面。你互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因的生命中有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，互因的生命更较丰富，互因的生命无共款。直到因即马会当来到主的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，直到因即马的生活是遮尔样的富足。感谢上帝，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咱过来想看觅，伫咱的生活四周围，
其实充满了最恩典，拢有上帝迄种真奇妙的作为伫咱的身躯顶。上帝赏赐互咱人，从过去甲即马拢有智慧。即个智慧，互咱即马咧领受到足侪恩典，会当发明，也是发现真侪物件。比如讲，咱手头拢有电话、电话、手机啊。我咧想，即个手机啊，伫咱即马，有人讲这足普遍啊，这是啥物恩典呢？伊是一个恩典。伫10几年前，我开始咧社会上咧食头路，我做业务。那早起开会了出去，就敢若放弃，公司找无人，除非我主动转来，还是联络。过无几年，开始有一种物件叫呼叫器，用 BB call， 公司要找你，甲你卡 BBB 就叫，你就知影有人找你。你买当回，买当唔爱回。但是即马因为电话方便，这种恩典，互咱伫甲咱的亲人，若讲咱常常无见面的时阵，咱嘛法度用电话随时甲伊联络，无一定爱返去厝的，才有法度甲伊讲话。这就是一个恩典。比如讲，咱足侪人拢近视有挂目镜，咱想想几百年前无目镜的时阵，遐个人目睭无好，看无无明的时，要安怎？有人发明了目镜这项代志，互咱即摆会当真看了真清楚，会当看到咱彼此的笑容，会当陪伴人行过每一个人迄种欢喜快乐的时间。所以每一项物件拢有伊的用途甲功能伫咧。那呢，咱生活伫遮尔侪恩典的内面的时阵，咱就要开始想。那呢，我存在伫即个世间，伫即马，我的目的甲价值是啥物？伫现今的台湾的社会中，咱的生活中有侪政治也是经济问题伫咧。伫咱的面头前，伫咱的四周围，咱要安怎来面对？咱要做啥物呢？今仔的经文，耶稣伫他进前，先伫客西马尼园来往天父祈祷。伊咧祈祷中间，深深的感受到，家己伊要去面对迄种环境，这种环境嘛是要应验圣经顶面所讲的，所以耶稣真清楚、真明白。所以伫第2摆祈祷中，伊安尼讲：爸啊，那这个杯袂当离开我，爱我来啉的时阵，就照你的旨意来行。耶稣知影伊的处境是啥物？然后，伊就祭司派来兵丁掠去，到迄个会堂内面，祭司已经有放一寡人伫咧内面，开始咧做假的干净，要来陷害，要来定耶稣的罪。群众内面，侪人嘛来附和，所以祭司就问讲：恁讲要安怎？遮个人就应讲，伊是应该爱死的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大祭司无权利去执行这个死刑甲判人的死罪，所以就从耶稣送到总督比勒多迄边去。这个时阵的耶稣，伊要面对的，毋单是祭司、群众、长老、文士尔，伊搁要面对的是罗马政府的法律甲规定的，规个环境看起来拢对伊不利，嘛要对伊所讲的这话内面去找理由、找芳，要来甲陷害，要来定伊的罪。所以当咱今仔看经文内面，比勒多搁一摆立起内底问耶稣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阵，其实比勒多真清楚知影，伊来到遮的原因是啥物？伫福音书内面，4本福音书内面，拢写着一句话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是比勒多问伊的话。所以耶稣嘛知影伊知，所以耶稣就应伊一句话讲：这是你家己讲的，还是你听别人讲的？到底啥物才是正的？比勒多伊面对耶稣的时阵，这个是耶稣是一个思想真特别、回答真特别的人。伊煞开始生气，伊讲：我敢是犹太人，你的国的人甲你祭司交互我，所以伊就开始问讲：你做啥物代志？你做了啥物代志？耶稣开始的回答，其实耶
耶稣会使用别款的回答，互家己脱离迄种环境内面，会使互家己脱离迄种要受定判罪即种代志内面。但是耶稣真清楚知影，伊家己来到即个世上的即个使命伫咧。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安尼讲：讲我的国无属伫即个世间，我的国若属伫即个世间，就我的车用的确战争，要得我交互犹太人。耶稣真清楚知影，伊讲我的国毋是安尼，毋是伫地面上的。所以耶稣面对这位代表罗马政府甲外邦世界即个有关的即个比勒多，伊掌握着即个罗马政府而且法律甲规定的即个人，伊知影伊的国毋是伫遮，伊嘛甲伊清楚的讲，我的国毋是用即种世间的即种方法去建立的。所以当比勒多问伊讲：你是王吗？你是王吗？耶稣伊安尼回答讲：你讲我是王。当耶稣讲你讲我是王的时阵，这个时阵，伊确定的一件大的声明是，伊就是王。然后伊甲比勒多讲，伊的国度是虾米款的？所以讲，我是为着安尼出世的，为着安尼临到世间，要替真理做干净。伊真清楚知影伊的使命是啥物，伊生命伊的身份，嘛确定伊存在伫个世间的目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真疼咱每一个人，疼咱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毋但呢，伊阁疼即个世间所有的人，伊想办法要互咱来明白伊。无论咱是伫啥物时间。倒一个世代，还是虾米款的环境，还是咱拄着困难，还是咱拄着顺境的时阵，上帝拢已经借着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迄个极大，嘛会当讲是唯一的一个稳定的。所以我搁一届邀请大家来想，这个时阵咱坐伫遮，咱是因为上帝稳定，咱才有法度坐伫遮来敬拜上帝。也毋过，常常伫咱的生活中。咱拢为着家己迄个个人的需要，要满足咱的想要伫的物件，用家己的角度来看家己的生命，以家己最中心来看家己的生命，互抵到咱的心灵，无法度得到真正自由甲逃放伫咧，无法度得到迄个真正平安伫咧。我嘛有安尼困扰，也毋过靠着主，我用过。伫周报内面，我大纲有讲，后壁我可以甲大家分享到的物件，就是1919环台的一个骑脚踏车的事。当我要备班要去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，我要骑什么脚踏车？去大卖场买吗？迄2-3千块就有啊，就开始找，开始看，愈看愈悬，2-3千、4-5千、5-6千、1万、2万、3万。有一天我走去店里去看，看一台足意外。你知影伊是6位数，哇，超过我的能力负担，我敢来当看，足想要伫的。然后我转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忏悔，因为要做迄个环台的骑脚踏车，伊背后意义，毋是爱我去享受迄台车的价值，所以我得着逃亡。有时啊，咱拢会安尼，看到一项物件，咱有迄个物件，咱想要伫迄个欲望给捆绑掉的。最近的政治新闻，还是经济新闻内面，咱拢看到台湾社会因有侪问题。伫拄则宪政长老的祈祷内面，咱嘛有听到，这个问题有的是一寡基金要破产啊，有的是因为政府对咱内底的政策，还是对外口，互咱的台湾。受到无法度出声的遮个代志，咱真做基督徒的咱每一个人，咱会当做啥物呢？啊，对于社区还是讲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，伫遮规个环境内面，我会去较关心到迄个真正需要的人，也是讲真正需要遮个家庭因的身躯顶，我会去关心到。
教会徛起的这个所在，四周围这住民因的需要的顶面。那呢，咱要安怎才有法度去了解因的需要呢？咱要安怎才当甲因建立关系，将上帝这个听甲因分享呢？所以伫牧师团会议内面，我哋每年要办一个社区的布纸，叫社区布，名还未定好。要来用这个布纸、这个刊物，互教会伫这个社区内面尽社会责任伫咧。这个需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来共同来协助。可能到时阵需要恁去了解恁的社区有啥物需要，然后来参与、来设计、来写文章、来编辑这份属于这个社区的真正的布纸。这就是要甲因建立的一种方法尔。那呢，敢有法度真正看见因的需要吗？伫10月底的时阵，我甲团队，我去到美国堪萨斯的一个 Half-Life Church 去观摩一个 Judgment House 审判屋的戏剧。我伫观摩内面看到迄个戏剧，但是我今仔毋是要讲这个戏剧，我要讲的是我甲因遮的会友，这个教会咧甲因几工内面，甲因咧交谈，甲因咧生活的中间，我看到一个现象，我发现因有足侪家庭。每一个家庭拢有4、5个囡仔，但这些囡仔内面，拢有一寡黄皮肤，咱讲东方脸孔的人。我就开始好奇去了解，为什么因遮的会友，家己本身有囡仔，佮有遮的无共款肤色的人伫的。原来遮的囡仔拢是因去领养的。那呢，我佮去了解，大概在3、4年前，因的牧师对因讲一段话。这段话我甲整理了后，用我的方式讲出来。伊讲，咱拢是受到上帝祝福的人，咱拢领受到上帝迄个满满的恩典。大家伫生活中拢已经真富足啊！这个富足是因为恁的经济、恁的心灵、恁的家庭拢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咧，咱开始爱去帮助遐需要的人，去照顾因，然后因开始祈求、祈祷。伊就开始来领养小孩，这个囡仔有的对台湾来，有的对越南，有的对泰国，有的对缅甸。这个囡仔来到这，我就去了解几位对台湾去的囡仔，有的是艾滋宝宝，有的是未婚生子，有的是有真严重的病，有气喘伫咧。因这个家庭为着要来饲养这个囡仔。本地可能敢若可能是先生迄个工作，为着安尼，太太嘛去兼差，为着要互遮个囡仔受到更较好的照顾，我真感动。然后我对遮个囡仔，甲因的接触内面，因的讲话，因的活动，等等看到，因遮即阵囡仔已经是生活着伫上帝迄个恩典的内面，受到真好的照顾，伊嘛领受到上帝即个丰盛的恩典。了后，我转来，我就开始咧想，台湾其实还佫有侪人需要帮助。咱每一位人，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即马拢活伫上帝恩典内面，咱拢领受到上帝即个丰盛的恩典伫咱的身躯顶。那呢，咱会当做啥物？教会会当做啥物？咱是一个基督徒，咱会当做啥物？咱的使命到底是啥物？其实耶稣早就甲咱讲，咱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，互普天的万民拢成做伊的门徒。要安怎做的？这是一个大的使命，咱爱去做。但是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，咱有一个更加特别的使命，迄是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使命。因为有这种使命，互咱存在伫这个世间时阵，咱有迄个价值甲目的伫的。耶稣明明讲，咱爱彼此相听。爱去传扬福音，爱知影家己的使命的时阵，咱爱透过3种人物，咱才有法度。第一种人物，咱爱对这个世代、这个时代爱人物；第二个爱对上帝人物；第三爱人物的家己。要安怎来人物这个世代？就是咱生活中这个实际状况。咱台湾即摆经济、政治、环境，还是咱个公平、正义等等的这些代志，咱就知影。
这个世代伊的需要是啥物？明白上帝，咱对圣经遐来读上帝话语，咱在当新约旧约内面去知影上帝要甲咱讲啥物，要甲咱的提醒是啥物，爱咱做的是啥物。明白家己，你就知影家己有偌侪气力、偌侪能力，会当去做代志。咱教会意向对内是一个基督的教会，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。这是咱的规个教会爱努力的目标。我伫3年外前，当神学院要毕业之前，我所领受到一个意向，还是讲使命也好。我就是要有这个教会真最需要的人的帮赞，要去结连这个资源，真做一个资源的平台，互人来到教会会当得到帮赞。来到教会这几年，我嘛看见咱教会有一个资源，咱拢有咧用，但是可能无啥了解。这个资源就是咱过去几年内面，咱有用到敬拜人生。宣教人生、团契人生，这个来真做咱人命的成长的一个帮赞。也有但以理学院这个单位，就是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。伫资源顶面，伊做了啥物？有做救助挑战营，嘛有做救助的急难志工。伊甲佫有做课程来，互咱会当伫信用顶面来会当成长。但是我今仔要甲要讲的部分是，伫一个社会救助的这个部分，就是伊有急难救助金，伊有1919食物银行，伊阁有课后陪读。当这个工作到底咧做啥？其实咱教会因开始甲因结连，咱嘛参与着伊的奉献内面。拄则有讲到，伫年底牧师团要骑脚踏车，咱伫过去可能年中的是。7月、8月开始到即马，咱每个月拢有看到讲牧师团骑脚踏车练习，所以有做兄弟就讲，牧师你要去骑倒位啊？你要做啥物啊？其实我们要做这个背后有一个真大意义伫咧，就是甲这个机构合作，伫因的急难救助1919食物银行甲课后陪读这个方面。所以我提因内底一个短影片，差不多7分钟左右的影片，互大家来看，这1919爱走动伊背后要做的是啥物？请。我每次去哪里，他都跟去哪。哦，怎么去家里啊？对啊，你以前自己回来都怎么回来？我从这里。你这样进得去啊？进得去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给你看。好了。这么窄，那爬到哪里？爬到最前面的地方，啊，厕所里面。厕所。包好不好？我会那个这个1啦，然后你打我啊。环境比较不好， 3，就是要舌头，我会比较担心。我送到那边，然后我会看他，会带他下去。如果没有人，他就是从这个小门。妈妈有在哦，喂，你有在哦。这样子送他，几乎都是没有人在家的。有1个礼拜有4天的话，其实几乎都是不在的状态。还好有那个他养的那个狗叫小白。会陪他。那是我酒驾不小心进去的啦，这个妹妹又不能带进去啊，所以害妹妹这样子啊。妈妈就是在
观念上可能就所谓人家说的少一根筋，那你跟以威的个性差不多，就是很单纯。几号？你不要给他吃那种很硬的啦。我那天给他喂饭啊，没有钱买奶粉给他喂饭，大便很像那个肉。没有钱哦，他是喝什么牛奶？给他买最贵的，你看啊，没有就给他吃饭吃稀饭啊。妈妈，你开灯一下啊。对啊，会积水啊。哥哥在吗？不在。来帮你。他很会踢哦。很凉哦，那个尖尖中间不能用到，他会受不了。那你帮我买2个啦。那个最便宜呀，小姐，这小小的不够了。L 呢？他那么胖，只能这样而已。这样可以啊。全部都坏掉了。因为这里没有厕所，所以以为如果上厕所，你叫一个人去吗？还是你会陪他？用袋子啊？什么用袋子？真的还假的啦？真的，我也是用这样啊，用袋子。甚至他没有洗澡，忘了洗，因为他们是用木头去烧开水。之前他身上比较有异味，他们会比较排挤他这样。没有被学生被别人骂。被骂什么？Fuck you！ 他骂人家骂几家，当做没听到就 OK 了。他被同学骂，他也不会放在心上。那他的想法会比较正面一点，他负面的那种想法比较少，非常少。先不要拍，我们在实验。喂，画画的时候还可以调颜色啊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啊。在课业上，其实认字的非常差。他来的时候，我们会1对1去陪他，教他，然后甚至在注音的部分，会去教他。我们国小的教育啊，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上，甚至他幼稚园的那个阶段，他可能也还没有办法跟上。站20分钟，因为一个功课10分钟啊你忘了带2样功课，所以呢站到2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国旗没有带，这边没有带东西，你就会被罚站。蒋以威不要乱动，你还有9分钟。在陪读的过程呢，发现他很聪明，要有人去陪到他，然后要让他知道说自发性稍微强。所以以为这个孩子其实在教会里面算是蛮单纯的啊，就是他家庭那个部分没有办法给他的，那教会里面还有这些老师志工啊，都能够给他更多的关心，然后告诉他一些正面的观念，然后肯定他的价值，甚至你将来成为一个有帮助我的人。好，接下来还有谁举手？你在你这个家，你觉得你幸福吗？幸福。是幸福的，对不对？给你要说什么？不客气。好，还有谁举手？马上。觉得他们真正实际需要的，除了这一些的资源之外，那进一步我们也想关心到他们，希望他们自己能够起来，能够真正把这个家庭能够建立起来。就不敢喝了，对啊，是蛮可怜，因为在里面带小孩真的很可怜，对啊，会在这个。我就不太会讲话，就非常感谢他们，真的，他们里面的我都很感谢的，然后我就说不出来，就是
那种恩典我不会讲啊，太多了啦，太感恩他们了。我想哭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的弟弟呀、因为弟弟他都没有很玩具，就给这个给他。这是他的眼睛，这是他衣服的钻石，这个是他的牙齿，这是他的钻石。在我们陪读班，不是只有以为这样的小孩子，其实还有很多。那只是这是一个小部分的，我们也想说能帮忙，能帮一点就一点。那老鹰呢？他明明是小孩子，希望他真的更好。像你有那个天分，你根本没办法。比如说。这个囡仔讲，我很幸福，因为领受到恩典。咱在座阮像兄姊妹，咱拢嘛领受恩典，咱嘛伫这个幸福内面。每一届看这影片，不止这个，还佫足多的，我拢真感动。我感动的是，我知影上帝伫这个时阵，我存在意义甲价值的，就是我要去敲吹，要去结连这个资源。互大家需要的人、家庭，还是讲机构单位，会当得到协助，陪伴因经过因艰难的这个时刻。所以我伫这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对咱领受到这个恩典甲疼，咱要做一寡行动来回应。第一个行动是，当你若看到有困难的这个人，无的确因毋是经济，可能是伫心灵，还是伫信仰顶面。因的需要的时阵，有人来陪伴因的时阵，请你来甲教会讲，请你转来教会，教会会用阮即马所有的资源来协助伊。若无的时阵，阮会去替伊找资源。第二个是，你若知影有倒一个单位，还是倒一个机构，因有提供某种的资源的时阵，请你嘛来甲教会讲。互教会会当将这资源结连起来，成做真大的力量来帮助这需要的人。第三个，嘛是请各位兄弟姊妹，恁拢有领受到上帝恩典啊，恁拢真富足啊。你来想，咱要安怎来做？要安怎来分享互这需要的人？拄要讲，认捌家己，你就知影家己会当做啥物。你会当贡献上帝互你的遮的恩典甲恩赐你咧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这个个案伫台中，咱可能无法度去到台中去实际去甲帮助。但我会记，牧师长讲，咱若无法度做到时，咱会当用咱的奉献，用咱的一寡支持带导，互在地教会兄弟姊妹会通去做这款的事工。所以讲，阮伫1919年底要骑脚踏车，背后就是要帮助救助协会因来做遮的代志。阮骑脚踏车，毋是去欣赏遮的风景，我们去拜访这几间教会，还佫有看几个遐需要的家庭。今年的环台队长有拢总40位的人要去骑脚踏车。这个队长伊讲3年前伊无可能来做这种代志。但是第一届参与了后，伊深深感动。伊讲台湾社会哪还佫有这款的所在？
所以真投入伫这种的募款的工作内面。去年陈牧师去参加了，回来甲阮分享，阮牧师团就受到激励，所以今年报2个名额。头一礼拜是陈牧师甲牧师娘，因要为台北行到高雄还是屏东。第2礼拜我甲陈牧师要为屏东行东部，回来到台北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阮爱骑脚踏车，爱去募款。所以来讲，1919爱走动这个环台，对我来讲有2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，我会当用我的行动来参与，来了解救助协会因咧做这种社会服务的事工，因内底所有一切运作，甲实际去关怀到遐受到帮助的家庭因的实际状况。第二个，就是我会当借着骑脚踏车来锻炼我的身体，互我有这个体力，会当来继续做这个事。今仔的经文耶稣讲，我是为着安尼出世，为着安尼临到世间，要替这真理做干净。既然属真理的人，听我的声。为着安尼出世，这句话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咱来明白了解，咱伫这个世代，伫这个时刻，咱的使命、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上帝让予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，咱就照咱所领受的来回应上帝的听。伫马太福音25章30几节到上尾一节讲，有人枵、喙焦、出外、脱鼻涕、破病伫家里的时阵，迄阵咱要安怎做？咱用上帝的听。上帝的眼光，甲因做伙去分享咱所领受到的这个恩典。伫社区内面，咱有商业大学，咱有做生命教育，咱有做医疗的关怀，咱有做食物银行，咱有做环境的清洁，有安家银行，有恩友，有少辅院，等等这。伫未来，教会对社会也是社区的关怀，传福音的事工。会因为看见这个需要，渐渐来增加，也是讲更较亲力来做。这拢需要各位兄弟姊妹做伙来同工，做伙来参与。咱爱记的，咱所做无论是大项事、细项事，咱拢是做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。伫年底这个环台的一寡相关的资料，放伫礼拜堂外口的桌顶，你会使去看，会使去参考。耶稣的大使命是要咱将福音传扬出去，传扬的方式真侪款。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用你所领受到这恩典，这种丰盛的恩典，这种满满的喜乐，去分享给遐需要的人？咱个想嘛，咱开始来行动啊！咱同心来祈祷，听堂的弟兄弟，我感谢你。你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完成伊的使命，伊嘛交代阮爱去完成的代志，而且佮让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无共款的恩典佮恩赐伫咧。阮用阮的行动来回应你的听，回应这个极大的恩典伫咧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有气力、有能力来帮助遐需要的人。无看到家己，是要看到遐需要的人，将上帝你的听传给所有需要的人，尤其伫台湾这个土地顶面的人。这是阮用主你的新的诫命来同心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亲就是讲。你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，这2条诫是极重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